大部分歌手多數都係集中喺一個形態，拳就專注響拳，刀就專注響刀，風就專注響風。但係今日我要講嘅就係全部都要嘅歌手。呢種歌手其實比較少見，佢哋可以拳變刀，刀變風，甚至可以三種同時出現。呢種能力我叫佢做混合型。當一個歌手可以同時掌握三種形態，佢把聲就可以變得更加多變，更加有色彩。而真正難嘅唔係三種都有，而係切換嘅時候依然保持控制。所以佢嘅 signature 就係混合型。混合型嘅歌手唔一定每一種都練到極致，真正特別嘅地方，佢可以用唔同嘅顏色去畫同一首歌。拳係重量，刀係穿透，風係流動。當唔同嘅顏色開始融合，你聽到嘅就唔再係單一嘅聲音感覺，而係一層一層嘅變化。混合型大師級金俊秀，金俊秀係混合型嘅大師級代表。佢嘅拳有撞擊感，佢嘅刀有穿透感，佢嘅風有流動感。最特別嘅唔係佢三種都做到，而係佢可以喺一句入邊自然咁融合唔同嘅顏色。你永遠唔知佢下一個音會用邊一種顏色，而最重要嘅係切換之後，聲音依然保持完整。呢種自由切換就係佢嘅 signature。田柩國係混合型嘅穩定代表，佢嘅拳穩定有力，佢嘅風流暢自然，佢嘅刀亦都有存在感。佢嘅切換未到金俊秀嗰種自由程度，但係已經可以喺同一首歌入邊用唔同顏色去配合唔同嘅情緒。所以佢嘅 hybrid 嘅優勢，穩定之中依然有變化。Bell 係混合型嘅潛力代表，佢可以有 R&B 嘅流動感，亦都有高音嘅銳利，亦都有 belting 嘅重量。唔同顏色已經可以同一首歌入邊出現，佢嘅混合能力未到金俊秀嗰種大師級，但係已經展示到混合型最特別嘅地方，多變。同一把聲可以因應旋律同情緒改變自己嘅顏色。拳、刀、風三種顏色，三種感覺。有啲歌手揀一種，將佢練到極致；有啲歌手全部都要混合使用。一種可以追求極致，混合可以追求自由。所以問題唔係邊種一定更好，而係歌手會揀邊條路。